實對於我嚟講咧，每一次拍戲咧，個角色同我咧，當然係有少少相似之處，但其實係要分離開，即係例如今次演同性戀咁樣，我自己本身嘅性格或者本身嘅任何背景，我嘅個人背景其實都唔應該投入到個角色度，個角色就係一個新繁衍出嚟嘅一個新嘅角色，我係應該要融入個角色去了解個角色嘅背景，而唔係話我本人係咁樣喎，個角色同我咁唔同，我點演啊？我演唔到喎。我覺得演員就係要去演唔同嘅嘢，而去代入成為另外一個人，去拋開自己原本嗰個枷鎖，去令觀眾信服你係呢個人咁樣。而對於我本身咧，我係喺演戲上，我係有一個癖好咧，我中意演好多好唔同嘅角色咧，好似集郵咁。我演過喜劇，我演過同性戀，我演過一個好惡嘅反派咁樣啦。然後對於我嚟講，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，我有睇過《春光乍泄》啦。咁演同性戀對於我嚟講都算係一個成就解鎖嚟嘅。即係對於我嚟講，其實本身嘅興趣係好唔完全唔影響我對呢個角色嘅投入。然後，所以其實我喺成個製作上，我任何嘢我都冇經過好多嘅心理建設或者係負擔，然後好順其自然咁樣就好盡力咁去投入呢個工作，然後直至個工作完成咁樣。